喂，其實仲有呢個你哋都負責㗎。太波啊！我快防守，快防守，唔緊要，快防守。正。慢慢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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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嚟。你哋而家領先緊，慢慢嚟。可以回一回氣，唔使咁急，唔急。使唔使比賽？唔使啦，你俾啦。落 corner，阿全落 corner，阿全落 corner。轉邊，轉邊，跟住轉邊，轉邊，轉邊，轉邊。7號起手，15號攞板，10號攞板。冇兩，冇兩，後邊，後邊，中傳，停波喂，停波啊！V 版，歐靚，其他人散，諗埋隊友，係啊，等隊友，好再回，係可以，咪就係咁簡單咯。暫停。好波，你記住咧，同樣地，其實咧你唔一樣㗎嘛。即係如果你哋唔受嘅，你見到喂仲係有一個咁你咪揾佢哋空佢出嚟咯。因為佢哋2個手同3個人啊嘛，所以一個半場咧見到2個手，如果中間都唔對嘅，咁我中間睇唔對咯，唔對我就慢慢起手。如果佢對咗，咁另一個空咯，就係咁簡單，可以傻睇咁樣啫嘛。打波係咪啊？即係你人要清晰出聲咯，係咪？同埋等佢隊友落波難，係咪啊？即係打波好清晰，得閒咧打下啲突破位，即係下，佢借你哋，即係你哋適當嘅時候就出手嘅佢借。但係咧，卓希有時啲射波啱嘅，但係咧有時咧你啲位置企得太高，拉少少。好，宇軒，慢慢嚟打，慢慢打，你落嚟。係中間。開咗。啊，唔好 call，我講咗中間個傳球位，冇減速咯。睇後先。15號做波。之後唔好貪心，中間再轉駁腳傳。你一粒咧咁大動作，人哋一定抽你㗎。會，過轉。波3分。你住，我要最打到。上去，慢。翻嚟。3分計咗未？好似啱啦，舉手。可以啊。慢慢打，我貼個石頭。你邊係嘛？換咗先。係 good， 收回。係 good， 做你比。係啊，射得，叻仔。好波啊！好猜啊！呢球。坐。開60啦！好驚佢咩？換人，換子豪。有喺嗰個識個隊。射波罰球啊！罰球。啱啱邊個犯嘅？哦，15號。其他人落位，轉邊，快啲上嚟啦！轉邊。記得。42上場。而家
緊要，唔緊要，快手波，唔緊要，OK 嘅呢球都。手都球波，喂，停波啦！攞10萬次啦！我中間，我中間。有一隻入咗去啊！有一隻入咗去啊！有一隻入咗去啊！我哋3秒再手。你中間係咪？我哋要守到波咯喎，開始要。喂，左邊多㗎？望自己咪空，望一望自己咪空。安娜，安娜，安娜。喂，好波！好波成。喂，個鐘啊，個鐘啊！計啊！我自己換一個入去打喂。細眼嘅換一個入去幫佢打啦，唯有。阿亨，阿亨出嚟幫手打波。阿亨，喂，快要手波。其實咧，你自己嘅時間都可以。手打波你唔中意咧，變咗手波啊！喂，咁佢練咩啊？佢整咩？有冇得意見啊？出嚟。因為佢哋係白色㗎。就係咁簡單啫嘛，你好中意練咁樣，跟住佢就咁樣行，唔易嘅。上阿亨嗰個點啊？你笠俾件衫，笠俾佢。你計啊，你計落邊嗰度啊？嘅你計落邊嗰度？咦？阿偉哥可以打喎，阿冇你冇鞋喎。阿亨啊，你笠佢件衫出嚟打，快啲！出去！六邊。阿子豪出翻嚟，子豪。喂，你俾件衫佢。1、2、3，快啲啦！係啊，俾佢，快啲！計落32度嗰陣。拖慢。喂，你哋要守到波喎。咩號啊？阿嗱，你呢度有喺度啊，你可以同佢傾一傾。冇打咩佢啊？你企定扎佢得㗎啦。安娜，你右邊嗰個空過你喎。走啦！你隔離嗰個空曬，你都唔交。喂，好波！阿全，收嚟啊！空過嚟㗎。我而家和咗喎。26分。快手波啊！未完啊！好心急啦！係攞實！2打1，點交啦？有冇重點交啊？停波啊！我講10萬次啊！我再嚟真嘛，我再嚟。收2波可以。開波啊！後邊，阿車你後邊。15號犯規。因為幾好嘅節奏。我兩次。喂啊！35入。你走邊？
corner，中間，快 good cut，俾啊，頭你俾啊，停波啊喂，停波啦亨，你又係放側邊，唔好放側邊啊！好啦，快，唔緊要，快，OK 嘅。手頭波，落打去睇，邊度啲嘢？邊個係面，邊個係底啊？我哋波！corner，打得。跟路老闆。手波啊！唔好贏啊！又係冇人手。阿 Sir 有 call。每人發中出嚟。25分換走15同埋6。喂，手埋1分鐘，開波啊！我哋睇住開波開咗。唔好睇號碼，聯防啊！係打晒，叻仔。好，你後邊嗰隻先啦。好波。中衞，邊個緊要啲啊？邊個緊要啲？講咩嚟？做乜嘢啊？俾人叫我講。甩快啲 ！corner，射得！死咗啦！喂，一係你起，唔好再拍波啦！咩死咗啦？手波，手一球，爭2分啫喂！進逼啊！後邊合氣，翻嚟先，唔急，好入嚟啦！冇時間啦，逼佢啦！10秒。26分。天包夠唔夠？夠唔夠天包？夠，唔夠。夠天包。冇。喂，逼前面嗰隻，接波拉！5秒。Come on！你哋真係搞笑。你逼唔緊要啊，係佢得借。喂，冇事，而家咧。開前場。OK。抽到波就打，冇搞。應該就一個。貪